後來繼續來看美國的智庫點出咗一份中國解放軍的密刊，講要透過3種的手段癱瘓台北，迫使到台灣來投降。另外，副總統蕭美琴今仔日到高雄看漢空演習，這個桃園機場嘛來執行着反機共的演練，用實際備戰來破解着阿共啊滲透的手法。後壁面民航機當地的起飛，頭前真濟官兵用上緊的速度才降指揮。這是桃園國際機場漢光演習第3天，國軍佇咧桃園機場設反駐敵的設備。地表上強 M1 A2T 戰車和8輪的戰車嘛出動，剛剛看到是駐守佇咧華航飛龍基邊遐，嘛進行追蹤瞄準的訓練。軍方無機敵軍降佇咧桃園機場，軍民結合採作作練，官兵擱佇咧省府片場邊仔做戰傷救護訓練，面對戰爭的反應。另外一邊，城鎮輪勝演習嘛佇咧高雄上場，副總統蕭美琴特別來遮關心狀況，現場嘛無去，若戰甲慘重，要如何將醫療量聯會病院刷到地下老站來運作。軍民合作峰會是即馬上要緊的代誌，到一份解放軍的密刊憲講，就提出執行台北全球式臨戰的3大路線。美國智庫蘭德的2位專家最近就寫文章講，中共解放軍佇咧內部期刊講，大型城市全球式臨戰的作戰想法。目標並不是大規模屠殺，或者是徹底毀滅，是要透過切斷物資、路口的救助、斷電系統的運作，佮挖開全面控制義氣3大路線來攻佔台北市，和台灣趕工投降。這一份戰略刊佇咧中共解放軍的內部期刊，敢若佇咧有的管道發行，保密的程度真懸，顯示相關內容就可能甲中國高層的軍事戰略要講。有限的物理攻擊就會產生心理上的效果，迫使敵方放棄這個抵抗投降。這也是為什麼台灣一直在強化城鎮韌性演習的重要性。解放軍密刊透露是要逼台灣投降的3大路線，不過國軍持續備戰演練實戰化，民間嘛開始動作和政府合作，建立防護網，要讓共軍軟土深掘。